府計劃喺今年中以試行方式實施新檢測程序，加入紅外線熱成像分析，初步判斷滲水源頭。喺新程序下，食環署初步確認滲水源頭，就可以要求樓上單位業主喺28日內完成維修。黃貝文報導。政府舊年完成調查15000幾宗樓宇滲水個案，並發出大約5000張妨擾事故通知，當中超過99%嘅滲水源頭係樓上單位。而家調查私人樓宇滲水嘅程序下，食環署會先確定出現滲水情況，再安排進入樓上單位進行排水管釋水測試、地台蓄水測試等。喺冇合理疑點下，先至向樓上單位發出妨擾事故通知。若果業主不遵從，當局將會考慮提出檢控。為加快處理滲水個案，政府計劃喺今年年中以試行方式實施新檢測程序。政府發言人話：喺新程序之下，當確定有滲水情況存在之後，加入紅外線熱成像分析，署方無需進入上層單位，亦都能夠初步判斷滲水源頭。當有理由相信滲水嚟自上層單位，就會發出建議維修通知，要求業主喺28日內完成維修。但若果滲水情況未有改善，署方將會進入樓上單位作進一步調查，並按需要以發出妨擾事故通知等嘅方式跟進，亦都會向業主收回調查同復檢測試費用，估計不少於17000蚊。當局估計新程序之下，能夠喺接獲舉報之後14日發出建議維修通知，大幅縮短通知滲水單位處理嘅時間。建築測量師何巨業話：只用紅外線熱成像儀未必能夠用作判斷滲水源頭嘅標準。紅外線係快，咁但係只不過有陣時紅外線睇出嚟個溫差可能好輕微少少變化，但係係咪推論到真係嗰樣源頭咧？好多時我哋表面可能有一層嘅厚啲嘅批盪，啲水未必容易滲透去表面，咁呢個對個表面個溫度咧就影響唔大啦。或者係大範圍都其實係濕咗，溫度係可能大範圍都係平均地係降溫嘅，真係要一個技巧去推論，暫時唔係話完全係100%。你用呢個咁嘅結論就係100%肯定，所以我哋繼續都要做一啲嘅我哋嘅相應嘅因果嘅對證啦。另外，署方亦都話將會積極推動以調解方式解決住戶之間關於滲水嘅爭議。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。